臀中肌、臀小肌肌力訓練。而家會訓練臀中肌同臀小肌，揾一個穩陣嘅物件捉住先，慢慢將重心擺去左腳，然後慢慢提起右腳，腰背挺直，維持5秒，1、2、3、4、5，慢慢放低，然後做第2次，1、2、3、4、5，記得腳尖要指向前方，唔好指向上方。以上動作根據自己能力做5至10次，然後喺另一隻腳重複，每星期做2至3次。想知道更加多嘅肌肉訓練運動同埋拉筋運動，可以 click 入我哋嘅頻道裏面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